如何在線創建受密碼保護的 ZIP 文件？訪問 EasyZip.com。在壓縮應用程序下，導航到創建受密碼保護的 ZIP 文件。點擊選擇要存檔的文件，打開文件選擇器，或將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中。對所選文件滿意後，點擊壓縮文件按鈕，設置所需的密碼，然後點擊設置密碼。壓縮文件將開始壓縮，點擊保存 ZIP 文件，將加密的 ZIP 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